大家好，歡迎你又嚟到周法河講堂，我係周法河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2026年嘅風水佈局。因為2026年呢，就歲次就係丙午喎，丙午呢，天干係火，地支午又係火，咁火好旺喎，咁人哋就稱佢叫做赤馬紅羊啦。咁赤馬紅羊呢，一直以嚟呢都被視作一個災難嘅一年嚟嘅。咁好多歷史嘅講俾我聽呢，每逢到丙午年呢，一定呢國家有災，社會有災，個人都有災㗎。咁大家都必須加以防範，先可以做得比較安全嘅。咁但係大家亦都要知道喎，原來每一年呢開始呢係以立春為主嘅。立春呢，今年呢就喺2026年嘅2月4號，喺嗰日之前呢，我哋仍然用呢個乙巳年嘅風水去睇。當立春日開始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轉入咗丙午年，即係2026年嘅氣運啦。不管呢，佢嘅農曆新年喺2月17號，但唔影響到我哋風水嘅佈局嘅。咁大家呢，就喺個熒光幕上呢，會見到一個圖表。呢個圖表呢，就係2026年吉凶方位嘅佈局。大家呢，只要跟住呢個方位嘅佈局去做呢，避開咗災嘅位置，去喐動嗰個吉嘅位置呢，咁你就可以得到一部風水上嘅助力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用神係火嘅咧，咁出年咧就會大旺嘅，你都唔使擔心。但係如果啲其他用神嘅朋友咧，咁你就要特別要留意一樣嘢啦。用呢個方法咧，用風水流年方法咧，你可以首先避開咗啲不吉利凶嘅方位，而用吉嘅方位咧去佈局，令到你自己自身咧能夠得到冇咁多嘅災難之外咧，仲得到呢個好處。可能好多地方都有好處嘅。咁但係咧，在另一方面咧，太歲呢方面嘅問題咧，好多朋友咧都會講：喂，我不如每年咧去廟度攝個太歲，我咪可以解決咗太歲問題咯。嗱，呢個咧，首先我要提出一樣嘢咧，攝太歲呢個係民間嘅傳言，但係實際功效幾多咧？係存疑嘅。以我經驗嚟睇咧，攝太歲咧其實效果係不彰嘅。咁我以我嘅經驗講俾我聽咧，我認為咧，唯一可以解決流年太歲問題啦，就係要請一個太歲祈福牌翻屋企或者翻去寫字樓嘅地方，每日咧上香或者用香粒啦，一支香都得噶啦，念一個咒語，早晚一次，咁你不但可以避晒當年所有嘅災，而且仲會得到當年太歲對你嘅關照，對你嘅扶持。呢個咧係絕對花得嚟嘅做法嚟嘅。咁呢個如果大家對以上問題咧有疑問啊，或者有不同意嘅見解咧，你可以喺我嘅 WhatsApp 91792361裏面咧講俾我聽，我都盡量回覆你嘅問題嘅。咁仲有咧，如果你想即係閣下咧，希望攞到紙本嘅咧，咁你可以都喺 WhatsApp 同我講，我會寄俾你嘅，或者用呢個網上嘅傳俾你啦，等你能夠睇得更清楚，有更多問題時可以向我哋提出㗎。咁今日咧，個簡單嘅個愛情咧就係咁多啦。希望呢啲咁嘅意見咧，能夠幫助到你啦，喺未來一年，即係丙午年2026年裏面咧，能夠得到平安大吉，甚至能夠得到福分。
好啦，多謝大家嘅嘥時間嚟睇我嘅視頻，希望大家能夠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或者批評都可以嘅，等大家能夠對我咧一個實質上嘅支持。好多謝大家。